哎呀，乜你練到咁晏啊？夠晒鐘上堂噶啦喎！快啲翻去上堂，快啲翻去上堂。在100多年前，梁启超爷爷说：“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就在你们少年身上。”他说：“少年就像早晨初升的太阳，充满希望和力量。”他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感受一下这份责任和豪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老师，我懂了。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强，中国强。喂，乜係呀？咁真係太好啦！政府今年又頒布咗免費教育至初中嘅法令，澳方一定會盡好教育嘅責任，爭取開辦中學。校長，我哋呢一個慶祝回歸嘅活動已經準備得七七八八㗎啦，請你跟住我一齊去睇下啦。好啊好啊，係
係咪呢邊啊？係嘅。我哋行啦。唉，乜咁啱你又喺度啊？李孝。係啊，嚟睇下佢哋做嘢啊嘛。哇！你爬到咁高啊，真係要小心啲啦，辛苦晒你哋啊吓！我哋去嗰邊睇下啦。好啊。我哋澳門人等咗咁耐，終於都等到1999啦。今年真係非常感動啊！係啊，我哋澳門人期待咗好耐㗎啦。今年呢個澳門回歸呢件大事，我哋一定要搞得好好睇睇。我哋去嗰邊睇下啦。你哋呢邊整緊啲乜嘢啊？哇，唔錯喎！繼續努力，繼續努力。你哋整緊啲乜嘢啊？哇，紅當當㗎喎，大紅燈籠高高掛，真係夠晒熱鬧啊！到時候一定要將佢咧掛喺我哋學校嘅大門口。好啊，一定非常之靚啊！大家好，我係小嫦娥，仲記唔記得我？我係澳方製造家。2012年嘅時候，代表澳門送給中國神舟9號訪澳代表團的禮物。今日喺呢度，祝願澳方30週年生日快樂，校務蒸蒸日上。有一个梦想，要到天空去飞翔。
等着我去改变。当梦想插上翅膀，我们就开始了飞翔。飞翔吧，飞翔吧，在蓝蓝的天空上。5、4、3、2、1，点火！起飞！我们到家啦！
你听，你听，广阔大地，什么声音？这是我们美丽的奥方在前进，这是我们活力奥方建校30周年庆典的声音。奥方出力，心坚志远，筚路蓝缕，义不畏艰。1995北區萌芽，2025發展壯大。30載光陰如箭飛，30載風雨鑄輝煌。萬丈高樓平地起，100年基業薪火傳。聽，奧方傳出讀書聲，操場初聞鳥語翠。看，墨香巧漫桃李苑，詩姿薈萃玉棟梁。讚，30華誕聚一堂，展望未來夢飛揚。來，讓我們一同見證奧方異彩大綻放。功績勳章，心血鑄就。金色獎牌，智慧結晶。春秋代序，歲月峥嵘，華彰日新，再起征程。奧方中學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是一座知識的殿堂。奧方中學是一顆璀璨的明珠，在這裡，學生放飛理想的翅膀。在這裡，老師辛勤耕耘，默默澆灌。30周年慶典是一個嶄新的起點，讓我們並肩同行，攜手共進。30周年慶典是再次揚帆起航的契機，讓我們齊心協力，奮勇爭先。30周年慶典是一個續寫輝煌的號召，讓我們矢志不渝，共同建設奧方中學更加燦爛的明天。為加快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貢獻我們的智慧和力量。30年來，奧方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學子，他們像璀璨的星辰，在各自的領域裡閃耀光芒。祝母校越辦越好，繼續培育更多有心有夢想嘅學生，將愛同埋知識繼續承傳落去。祝母校成立30週年，祝願母校繼往開來，桃李滿滿，春風化雨30載，桃李聯芳一世情。祝願母校校務蒸蒸日上，繼續為澳門培養更多嘅人才，桃李滿天下。祝福母校創校30週年生日快樂，校務蒸蒸日上，持續培育更多嘅人才。祝母校30週年生日快樂，同埋咁希望母校未來可以培育出更多嘅航空領域嘅人才。我係第13屆校友林建輝，喺呢度祝母校30歲生日快樂，薪火相傳。我哋校友一直可以以奧方為榮，而希望奧方亦都可以一直以我哋校友為傲。多謝大家。我係第15屆雷雅希，祝母校30週年新晨快樂，希望學校繼續培養更多優秀人才，譜寫教育新篇章，校運昌隆萬事興。大家好，我係奧方嘅家長，我好感謝學校對我兒子嘅悉心栽培，願奧方繼續薪火相傳，英才輩出，願佢繼續未來更加昌盛。我係第18屆洪雁橋，祝母校30週年生日快樂，希望奧方未來會越嚟越好，繼續成為更加多學生嘅理想搖籃。祝奧方生
歲生日快樂！我希望以後嘅學校有好好玩嘅操場，種滿小花小草。我會好好讀書，陪住學校一齊長大變靚。我衷心希望澳門方眾學校嘅教育成果能夠實實在在地為澳門嘅繁榮穩定，為我哋社區嘅發展出一分力。各位老友記、各位同學，你哋辛苦啦！祝願方眾中學再創輝煌，方眾加油！方眾加油！澳方加油！方加油！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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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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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方加油！澳方加油！
澳方30載，攜手創輝煌，慶祝澳方建校30週年教育情景文藝晚會已經嚟到尾聲啦！依家我哋邀請所有嘅表演人員上台同我哋嘅觀眾見面。首先，我哋掌聲送俾已經喺台上面嘅合唱隊。熱烈嘅掌聲唔好停，繼續有請醒獅隊。仲有我哋中學及校友舞蹈隊。以及係小學舞蹈隊。掌聲有請小學朗誦師生。孔武有力嘅掌聲送俾跟住落嚟嘅武術隊。緊接落嚟嘅有中學朗誦師生。以及係幼稚園舞蹈及機械人。好可愛嘅隊伍啊！我哋熱烈嘅掌聲再次送俾佢哋。仲有我哋嘅話劇及講話代表。咁當然仲有為我哋現場演繹嘅民樂隊。時候當然唔少得一齊邀請我哋嘅各位主要嘉賓們一齊上台，同我哋共同分享澳方30載嘅輝煌時刻，掌聲有請！喺度多謝晒各位嘅來臨，今晚嘅演出非常之震撼。咁當中亦都有少少嘅瑕疵，但係我覺得非常之接受。我建議喺度以熱烈嘅掌聲再次送俾我哋台上嘅一眾表演人員，好唔好啊？因為我哋見到我哋嘅學生、我哋嘅老師呢年幾嚟不停嘅喺度彩排、喺度訓練，咁所以有少少嘅瑕疵，縱然有少少嘅人員可能係配合得唔好，咁但係佢哋已經係頂住佢哋身體嘅極限，為我哋今晚帶嚟一個無比震撼嘅演出。台上邊嘅表演雖然係只有60分鐘嘅時間，但係呢短短嘅60分鐘背後凝聚嘅係澳方建校30年嚟所有師生、所有校友、所有家長、所有社會賢達、所有教育界嘅前輩對澳方嘅關愛同埋支持，走過呢30年嘅春風化雨，我哋先可以喺今日睇到喺舞台上邊呢60分鐘咁精湛嘅演出。30載風雨兼程，30年青春如歌。多謝母校嘅培育，祝福母校
更上一層樓。立德樹人30載，再創輝煌新時代。感謝母校嘅培育，祝福母校未來再創高峰。我哋共同祝願澳方明天會更好，澳方精神薪火相傳。澳方30載，攜手創輝煌，慶祝澳方建校30週年教育情景文藝晚會到此圓滿結束。再次多謝各位嘅出席。新春佳節將至，喺度預祝各位身體健康，馬到功成，再見。